各位亲爱的乡亲，大家好！又到来听堂的时间呢。我是今日要教大家运动的大 A 老师。今日我要教大家是居家有氧的动作哦。居家有氧运动可以提高你的心脏还有肺部训练的功能哦。等下大家就停在线上看下来运动哦。到运动前，我要带大家要看下来做可以用你眼神热起来的动作哦。等下就停在线上看下来暖身。你第一个动作原地踏步。我记得你的脚趾头，然后脚趾要向前面。你的脚趾头要变强松。你的两只手要压得，两只手到你腰围旁边左右的摇动。你两只手可以慢慢的让动作变较抬起来。你可以让你的大脚臂扎到卡卡口袋位。注意调整体格头肌哦。你要来加上你的肩头，慢慢的向后直前。你可以往高方向，让你的肩头向前直前。就会当好，你再来到原地踏步。再好好的调整体格头肌哦。第二个可以让你热身的动作，就会到你的左右踏步。你的脚趾头，然后脚趾瞄向前面，两只手向后摇动之后你要加上你的肩头，慢慢的向后直前。我记得你的同手同脚哦。你慢慢的让你的手比较抬前一些嘞。就会刚好，还可以嘛？你让你的手跌到轻抬前，慢慢的让手比较细前的位。再到你的肩头直前之后，你大家慢慢的再来到原地踏步，调整体格头肌。你再过一摆哦，大家加油！两只手向下前后的摇动，加上你的肩头直前，再4摆。左右踏步，加上你的肩头，同样向后直前，拿你的手慢慢的卡到口袋位，拿你的手跌到轻太前，注意体格头肌哦，慢慢的让你的手跌卡细前的位。再让你的肩头直前之后，再来4刀、2刀，前后1刀，再来到原地踏步。大家有让你体格身体热起来嘛？你再来前后1摆好嘛？加油哦！两只手，你的肩头直前，再4刀。前后1摆，左右踏步，肩头直前，用手卡起来，你向下跌到轻太前，慢慢的跌卡细前的位，到你的肩头直前之后，你再来到原地踏步，大家好好的调整体格头肌哦。你大家可以两只手打开来，两只手慢慢的变下来，你慢慢的屁股可以折起，用在吐气，再过2摆，慢慢的吐气，
安尼轻喝一摆，慢慢的吐气。安尼就大家向下来做做运动了。今日要教大家是拳击有氧，拳击有氧安尼做的动作要较多哦。故说安尼行个稳定安尼的核心肌群当重要哦。等下就停停先上向下来运动，两只脚打开来哦，两只手压等。记得你的脚趾头不用强松，停停引哦，强松的摇动，两只手安尼的拳头压等。高度就到安尼的在老屁股的高度，安尼的拳头不用强松哦。调整好体格的头气，安尼要来到体就动作咯，安尼要打出拳。打出拳呢，安尼的高度，安尼拳头的高度差不多啦，你的拳头偏高。还有动重要的就安尼的两只脚，脚趾头做唔得乱摇动哦。稳定安尼的下半身，安尼的上半身，卡到地位。安尼要到第二只动作咯，上勾拳、上勾拳，安尼的手要弯曲，拳头要向上，高度差不多到安尼的下眼的高度，加油哦！安尼身体肚子要舒缓来，左右的摇动。安尼的拳头可以较到底位打出来，大家好歪嘛？再一摆，打出去，再一个8拍，双脚拳。准备我加下一只动作咯，抬膝，让你的太脚臂卡起来，不要用你肚子的力量哦。从头打出去，稳定你的两只脚，还脚趾头，你的眼神同较到底位。双脚拳，抬膝，弯片膝掌，3、2、1，再动，弯片，打出去，你的动作。3只动作，拿个串联到向下，都是舒缓来了。双脚拳，抬膝，弯片膝掌，4、3、2、1，再一摆，弯片。继续哦，打出拳，准备双脚拳，抬膝，弯片有4、3、2、1，再一摆，还有，你转来到中间，不用强松一下，强松的摇动，慢慢的调整体格头气哦。咩可以当原地踏步，再个不用较强松到诶，
有感觉你的心脏跳较高调的嘛？你要好好的调整体家跳起哦。你的强度就要慢慢的卡起来，大家加油哦！你再从头来一摆好嘛？听听音乐，脚趾头不用强手，两只手卡卡高调的，到最的高度，再118拍，打侧拳。双脚拳，抬膝，然后你抬脚比卡起来，弯片，4、3、2、1，再一摆，打侧拳，双脚拳。抬膝，弯片，大家向下到原地踏步，调整体家跳起，你慢慢的用较慢调的，用技术打开来，慢慢的用屁股吸气，用再吐气，再加一摆，慢慢的吐气，刚下教的动作，大家有好不好嘛？等下做停停先生，继续做下去哦。今日要教大家是拳击有氧，拳击有氧可以强化你的心肺功能，故所以你要好好的调整体家跳起，核心肌群要当重要，你要拿你的肚子舒下来哦。接下来你要大家停停先生，向下来运动了，大家两只脚打开来，强松的让你的脚趾头变强松，好好的跳起，两只手压断拳头。到你的左右前面，听着你的音乐向下摇动，你慢慢的让你一只脚到前面，一只脚到后背，大家做得嘛？同样啊，慢慢的摇动，脚趾头变强松。你要记这动作打出拳了。你两只手就要打到前面，高度没有差不多啦，你的肩头偏高。后背一只手，记得开眼头的打到前面，肚子要舒下来，身体就要溜溜的，有一点点的左右的摇动，肚子。你继续做，听一个动作，你旁边打拳，像你在旁边打拳，高度没到你的肩头差不多高。你技术做好，你的目珠的方向就看到你的拳头，你的脚趾头不用强松，你强用强强的摇动，转来中间。打侧拳，继续，再118拍，向旁边，肚子有舒下来吗？你要准备弯脚了。你的前面的脚呢？它很来哦，肚子舒很来。调整体家跳起哦，有听到你的音乐吗？准备要打旁边。脚趾头不用强松，肚子舒起来，体家跳起哦，要好好的调整。你要打侧拳，
加油！向旁边。你慢慢到你的原地踏步，调整一下体格的透气，让技术咩强壮的摇动。大家有知道新手跳动脚嘛？好好的调整体格透气哦，让肌肉打开来。你要准备从头哦，让技术肩头卡起来，到你的在屁股的前面。慢慢的让你的肌肉到前面，你躺在你的耳腭，打侧肩，卡脚对位，再一个8拍，向旁边。你准备弯脚了哦，大家手我卡起来哦，唔好跳大，向旁边，肚子竖起来，再摆弯脚。你要向旁边了，再弯脚打侧肩，弯旁边，再度弯旁边，你知道我卡脚的冇？弯片，旁边。再摆一个8拍，往旁边，弯片，旁边，继续，旁边，前后2个8拍哦，弯片，中间不用放松，缓和一下，调整体格透气。原地踏步，慢慢的让你的速度不用看慢点的，让技术慢慢的打开来，慢慢的不用下来，慢慢的透气，再慢慢的吐气，前后1摆，慢慢的吐气。到运动过后，一定要大家强下来做，可以用你的眼神不用强壮的动作哦。你体操动作。可以让你的2只脚打开来，用你的脚趾头，让你的脚趾向前面，用你的一只手卡高，你的手呢可以去靠近你的耳弓，用你的手指向上面，另外一只手到你的腰的旁边，不用等，大家慢慢的吸气，吐气的时间，你慢慢的身体向旁边，你要存等你的侧腰肌群。记得慢慢的吸气，让你的手卡在高低位，慢慢的吐气，让你的身体慢慢的带转来，手不用下来。你要准备往另外一边哦，让你的手卡高，去靠近你的耳弓，手指指到上面，一只手爱到你腰的旁边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到你身体的旁边。伸展到人家的位侧腰肌群哦，用你的手来看眼的位，可以再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用你的手慢慢的打开来，你再各加1摆，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慢慢的吸气，手来看长的位，吐气，用你的手带转来，你弯片，慢慢的吸气，身体要向上面。吐气向旁边，慢慢的吸气，手来看长的位，吐气，让你的手打开来。听一下，你的动作，你要同手同脚，让你的一只脚
举起来，双手举起来，牵动你体家平衡，你的手慢慢的打开来。记得你的脚趾头可以向你体内的方向。也在动作呢，可以去顺着你的大腿前侧，太脚比前面的股四头肌。记得起蹬的脚要保持有弹性哦。你再停留一下，深呼吸，慢慢的吐气。你手不用脚不用下来，手不用下来，不用强手。你准备完片，你同手同脚举起来，到你的手的后背。脚要卡稳来哦，以及说牵到你的平衡。你都冇卡，要找到体家平衡。你的重配，你可以去牵到你冇卡走的，卡稳的走的。你可以撑等你的走的，让你体家找到体家平衡哦，你较安全哦。慢慢的再落脚不用下来，你再个加一摆，往另外一只脚举起来，顺等你。抬脚比前面的股四头肌，慢慢的深呼吸，慢慢的吐气，等好，你落脚不用下来，准备往到另外一边。记得咯，无卡可以撑到你的较安全的走的，找到体家的平衡哦。你的脚趾头要向体内的方向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做位等好，第三只动作，让你的脚到前面，脚举起来。两只手插到腰的旁边，让你的起蹬的脚一滴滴的弯，让你的手向后背翘起来，让你的眼神慢慢的略略的向前。让手翘起来，脚趾举起来，可以顺带你抬脚比后背的腿后肩肌群哦。两只手也可以放到你的抬脚比的上面，一再慢慢的吐气，慢慢的吐气哦。你向下落脚旋转了，你往另外一只脚向前面举起来，起蹬的脚，慢慢的略略的保持有弹性，两只手插蹬，让你的手背向后背，身体略略的向前。记得你的脚趾要尽量举起来哦，这样可以去伸展到你的腿后肩肌群。再停留一阵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稍微等好，你落脚旋转来，两只脚慢慢的不用强手，你可以两只手慢慢的打开来，慢慢的吐气，你的脚趾头可以不用强手，再一度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轻喝一摆，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今日教大家的动作，大家有学会嘛？记得当日做停停先生向下来运动哦，你眼神同精神慢慢进来，更好。听懂，俺也得，下拜见。